咱台湾是国际王国，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系的老师和学生，就用台湾的水果融入去5种鉛笔，设计出有台湾特色的主视觉。那这个作品，即嘛得到2023年德国 IF 的设计奖。 影片内底鉛笔写开，竟然出现各种水果的侧面，这是台湾科技大学的老师甲团队进前伫国际出名的展览所做的主视觉，毋但推展台湾国际王国的名声，嘛得到有设计界奥斯卡奖的 IF 设计奖的肯定。这鉛笔的造型哦，其实是 DMAD 的讲座，就伊上有名就是迄个黄色的铅笔。这个 DMAD 到底内底有啥？内底有啥？就是有台湾水果。 横跨做视觉设计电动的英国 DNAD 展览，去年难得来台湾举办，至今在着受讲。咱毋若是干那看国外的作品有外交，上重要嘛是爱互因看到台湾的物件，所以就将展览的主视觉以台湾定看到的水果结合 DNAD 的5款种子。 展现台湾的设计能力，嘛，互世界看到台湾。NBA 造型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这样子，就是有像我们削铅笔有，就是一般直的削啊，然后也有斜的削啊，用削铅笔机削的东西，无同款的这样子的造型。 团队的学生表示，这个鉛笔毋若是鉛笔，伊的破面有足侪种可能，就像水果破开，会看到几若种的侧面。副教授李金在嘛表示，技术毋若是看，互人看嘛是重点。今年伊嘛阁加这个鉛笔种子甲零做结合，希望将台湾文化用各种的形式展现伫世界舞台。记者陈阿文、曾俊佑台北报道。